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清。咱赶紧来关心几项新闻重要的代志。咱看到讲，蔡英文总统今日启程访问卡瑞宾海咱的邦交国，伊讲要全世界知影台湾是国际的好品牌。高铁过来会通对屏东去，上新的规划有可能行高雄车头，还是小港机场，经费估计破上千亿。 过来一个3岁幼囡仔靠阿姐排泄物培养出来的好菌，改善肠仔常常咧放火的镜头。来讲高铁的铁基路过来要拖对屏东，互咱台湾上南边的乡亲好出入。资本交通部是有提出讲要行燕巢，啊无就要行左营。不过这2条线路学者拢估计讲，去落去行也无再条回收。现时交通部阁提出2条案，讲看是要经过小港机场，还是高雄车头。 望讲按这款交通的大角头来寻一寡人客，通好支持烫屏东即阵的开销。来自屏东的陈小姐叫大卡行李，当要坐高铁回去厝。伊讲近摆若回去屏东，毋是爱伫咧高雄转坐客运火车，就是爱包客停车，一抓路都爱900块，真无方便。就希望高铁会当延伸到屏东。坐到高雄左营再转车，要1个多钟头啊！对啊，因为如果再坐捷运的话，包计程车就比较快啊。应该是要考虑那个建造到屏东的成本，然后再考虑那个回收的效益，再决定会比较好一点。 根据铁道局内部的资料，目前高铁南延屏东有4个方案，其中燕巢本出来和左营南延这2个案，进前交通部调集专家开会了后，拢认为财务无法度支持，可行性无悬，所以铁道局搁再提出第3案高雄案，经过高雄火车头，以及第4案经过小港机场案，嘛等于是将路线对郊区游来到市区，希望服务的旅运人次会当因为安尼增加。但是学者是讲，这2个新方案因为经过市区，有可成本会大幅度提升。那现在用的这个走市区里面，那整个成本更高，那服务的人没有差太多嘛。但是对于这个方案的评估，仍然要用专业的方式去处理。 这个点，铁道局真低调表示讲，各种方案拢由交通部在评估当中，因为地方政府嘛有不同款的意见，搁爱回证资料。交通部按算伫咧最近将计划报去行政院，选定方案了后，才会当启动后续可行性评估。记者综合报道。高铁讲完，咱换来讲长途的客运车，有真侪司机走车的时间长，那过头疲劳是会去连累着规只车的人客。现时已经有业者咧试办讲。 按北部落到高雄这抓，伫咧台中会要求人客换坐无共只车，啊，当然驾驶嘛迅速换人。公路总局是讲，双车双驾驶，这值得肯定。啊，伊原来会传一份通用的申请表，互业者有法度照规矩来申请。 顶个月，阿罗哈客运发生3个人死亡，11个人伤重，不敌严重的国道交通事故了后，再度引起各界关心国道客运长途驾驶容易过度的问题。即马有业者都想要实施客运双车双驾驶制。台北到高雄真的太长，如果塞车的话，就是5个小时起跳。有一个人可以替换的话，当然就是说一个在开的时候，另外一个可能在休息啊。对啊，那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目前，包括通联已经开始试办邦桥到高雄双车双驾驶制，也就是驾驶对邦桥开到台中中港转运站了后，乘客差不多休困10分钟，搁再坐另外一只由另外一名驾驶所开的车。阿罗哈客运是规划北高罗里经过台中条码的客运班次，拢采用伫咧台中换车换运将来减少驾驶的工时。国光客运除了自本的武陵阿里山上火一日游专车采用双驾驶之外，嘛等咧演议北高长途客运伫咧台中换车换运将，咱算上紧这个月底提出申请。往南部的车，考虑到肥头车的话换司机，那这样的话
就能够符合劳基法。不过要实施双车双驾驶，业者认为嘛要解决欠工的问题，才有可能落实。根据客运业的评估，目前阁欠500至600位客运司机。对这点，公路总局表示，对7月开始会伫各地巡回举行客运媒合会，双车双驾驶的申请表规范伫咧修正当中。未来送公路汽车客运审议会审议通过了后，就会当申请实施，会互业者有统一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换讲中央航空罢工的事尾还未煞。顶日咱讲到空服人员郭志恩伫咧网络讲，要踮反对罢工的飞机师的食室内底加味。中央公司早起开会决议，要将伊免职。总是伊身为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理事，工会这边有生出来打工，若是公司就因为伊这款身份，佮甲伊罚较重，因为咱会向主管机关桃园市劳动局来申诉。进前中营空服员郭志恩伫咧赖私人群组内面写出主产加料等等无适合的言论，结果流出去，因为牵涉到飞安，中营航空报警处理，这名空服员改调地勤。拜三经过公司内部约谈调查了后，中营航空早起召开人评会，决议免职处分。他因为工会干部身份而被放大惩处，我们才会提出裁决。然后，所以我们会看公司的理由跟陈述轻重再做决定。空服员职业工会拜三针对身为工会理事的郭志恩抛出不当的言论，因为查证了无周知，甲社会大众会失礼，也表示尊重公司内部调查的结果。但是如果是因为工会干部的身份加重处分，有可能会向劳动局提出不当劳动裁决。拜三，中营董事长林宝水和空服员进行沟通会了后，伫暗时嘛发出一封公开批，甲全体员工宣示反霸凌的决心，希望罢工结束，员工会当放下无共款的意见，公司会打造友善的环境，互员工伫职场唔免惊吓。目前警方受理中营报案，依照违反民航法规伫案调查，但是郭志恩到即阵拢也未到案说明。警方表示，已经有寄出刑案通知书，要求伊上班伫咧19下班进前爱到案做笔录。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小连续发生嘉义的铁路警察伫公务中牺牲去，阁有2个分林的警察赛车咧约一个食毒的，煞去互对方弄一个送急救。今日早起，警察工作权力推动协会就去到行政才更加完善的教育资源和制度。综合逮捕术，也就是被我们基层员警所戏称的众议逮捕术。我们不可能用这样一个呆板的东西去面对歹徒，不可能说今天我会知道歹徒会出右手出左手，我会知道歹徒是徒手还是持武器，这不可能。警察工作权益促进会指出，即马教育训练学考每3个月一届8点钟，术考逐个月一届8点钟，但是训练并无法度好好啊运用伫咧实务上，需要全面性的改革。政府虽然表态讲要爱钱就互因钱，要爱人就互因人，但是整体原也有限，而且人力是毋是会当随派驻，拢是问题。理论上来说，也不可能要钱给钱，要人给人，除非他们愿意增列我们的预算员额，或者是说全部的总额。警专的毕业都还没毕业，那人从哪里来？难道是从其他单位补吗？内政部未来在这个有关警察的这个编制啊，还有他们的这个装备啊，和这个人员的教育方面，会来加强，也能够完成任务，而且能够维护自己的安全和这个人民的安全。警察工作权益促进会要求相关单位爱落实疏解各司会议所提出的警察教育训练委员会和警察绩效管理委员会组成，并且互基层人员参与。行政院回应讲会赶紧处理，不过目前也无公布具体时程。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宝贝啊，咱体内排泄出来的大便，有当着会救人的性命，你敢要信？南口中坑医院早起发表临床治疗上新的成绩，讲有一对家庭啊，小弟连续一直闹，一直放血，尾下才验出来讲，就是有迄落药啊食无效，抗药性真悬的困难受困。尾下中坑就利用因仔这排泄出来这，来抽出健康的好菌，注入去小弟的肠仔内，互各种好歹菌的环境重新搁再恢复了，搁较平均，镜头竟然就安尼就来改善。今年4月，一个3岁的查甫囡仔人唔知是安怎，伫老巴肚放血，对病院出一集2个月个，食真侪款抗生素拢无效，末啊才知是感染抗药性真悬的困难所困。医生用上新的微菌丛吸入术，
甲因这排泄物循环抽出肠道菌丛，注入伊的肠仔内，伊人才好起来。这嘛是国内微菌治疗成功年号上细的病例。哥哥的便便中是验到有一些不适当的微生物，那后来他的姐姐也有经过筛检，那姐姐的微菌丛是适合的。医疗团队表示，利用排泄物做的微菌丛吸入术是专工咧治，因为定大量使用功效性抗生素，所感染到困难梭菌。地属老巴肚放血等等镜头，这款治疗方式是甲健康关症者的肠仔菌丛用通肠仔类似件，也是只规门梗的方式，吸入病人的肠仔，和肠仔细菌平衡。目前中间已经完成5例，成功率是100%。你又用其他更多的抗生素来治疗，有时候并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疗效。所以你利用这个抑菌、微菌这种植入素的方式，再把肠道的这个微菌的生态给它恢复。院方表示，为了推测这项新的医疗技术，已经成立微菌治疗中心，未来嘛通用到其他的肠仔病、大颗也是癌症等等疾病，治好更较侪人。记者综合报道。现时咱伫咧判断空气品质的标准是2012年修正的，经过这么久，嘛是大家检讨咯。行政院环保署即阵有提出新的标准，包含讲细粒营养 PM10， 搁有二氧化硫 SO2、臭氧啊，就是 O3， 这空气内面的污染物啊，规范的标准拢会提悬。不过，众人上界关心的营养粒啊 PM2.5， 现时的标准是一年平均1公尺四方的范围内。若有超过15 microgram 的量，安尼就是爱警戒咯。总是环保团体提醒讲，标准就要搁较严咧。即摆的空气品质标准是101年修正的，头摆甲烘焙营养 PM2.5， 一年平均大概24.0达放入去。现出时行政院环保署提出新的标准，包含讲细粒营养 PM10， 搁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规范的标准拢会变悬。大家上关心的 PM2.5， 一年平均也是24.0平均，拢维持1公尺四方15微克的量。环保署表示，虽望整体的空气品质有改善，西部也是真歹达到15微克的标准。我们是希望4年后能够达到这个到15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在空污法里面对于空气品质标准是没有法则，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去年全台湾 PM2.5 浓度上悬的县市是云林县、嘉义市甲台南市。云林县受到雨川营养影响，其他2县市虽望无固定污染源，不过伫咧空气污染方面，目前 PM2.5 伫15微克以下，包括台北、基隆、宜兰、花东甲澎湖，敢若6个县市有够标准。环保团体认为 ，PM2.5 的标准要搁较严格，应该调整到12甚至是10微克才会使。国内的实证研究既然已经证实了15微克不足以保护国人的健康，我们更应该是往下修。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达不到这个12或10微克的年均标准，就不往下修订。环保署认为，要面对即卖社会真正的情形来定标准。不过，环保团体认为，应该定出更较严格的目标来拍拼。但是环保署也坦白，支付减污染的空气污染基金每年会减少。若要伫降低空气污染开搁较侪亏力，钱要为倒位来？环保署表示，目前会提悬空污费率，嘛会尽量甲基金开伫上要紧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环境的问题，有70个南投国姓北港村的村民，昨去到南投县政府申请，原来就是因村内一间有机肥的制造厂产生出来的臭味，已经影响到生活，影响到囡仔的就学。上届乡亲感觉无法度接受，就是讲，这工厂设伫地呢，设伫咧自来水储水顶游迄个所在，业者有可能讲将废水直接排落去沟仔底，污染到水源头哦。乡亲咱咧伫咧讲，南投县的环保局嘛答应讲会全面检验，若是违规的情节重大，有可能这间工厂的执照原来会甲撤销。
270个南投国新乡北港村的村民，车集前往县府陈情。民众表示，一间年车开设的有机肥制造厂业者偷排废水，当场去留守的巡守员翕到证据，随甲废水滴咧干仔内，送到县府检测。这种情形已经发生10多遍，业者还唔惊继续制造臭味污染水源，村民相当的不满。发现设置的那个位置是在我们国信乡的自来水水源取水的一个上游。那据我所了解的，自来水法第11条有提到，要涉及到污染到整个水源的部分，就是予以禁止。学生上课啊，关窗户，我们又没有关冷气啊，学生的这个教学呀受到影响。南投县环保局已经开罚3摆，总共72000块。不过后来业者甚至拒绝开门来接受检查。南投县环保局也决定，目前会先处理臭味的问题，讲这个时阵买来查废水排放的情形。会产生恶臭的这些种类，全部都删掉，就不会让它进这个臭味。废水的部分，我们下午就会去查。为着要让这件事件会使较早煞去，南投县环保局会出面邀请相关的单位，后礼拜做伙去工厂全面检验。若是违规的情节重大，环保局无排除会发出撤销处分。记者综合报道。顶游为着工厂排废水咧操烦，海岸线原来有人伫咧唔愿讲那会钻粪扫。来看绿色和平甲荒野保护协会这两个环保团体，用去年1年的时间，统计出粪扫顶上介济海岸。头前3名是新北市的瑞丰、咱中华的大城，阁有台南的青草仑。调查也指出讲，海边的粪扫那像拢固定位伫咧顶，上较严重就是北海岸甲西南海岸。到底我们的海岸上有多少的塑胶垃圾？那这些废弃物最多的地方累积在哪里？塑胶干仔废弃的鱼网仔浮球堆伫咧海边啊，致使海岸景观变调，嘛对生物造成环境污染。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和荒野保护协会用1冬的时间进行快筛调查，找出海废热点，发现台湾上大沙海岸线第1名是新北瑞丰，伫咧台二线83.2公里海岸大，每100公尺就142地粪扫。第2名是伫中华的大城，第3名是伫台南的青草仑。尤其是北海岸跟西南海岸，它的生活垃圾的量是远大于东海岸的。这些塑胶制品到达环境中，它就碎解成为塑胶，那就会跑到环境里面，或是进入食物链。环团快筛调查统计出台湾海岸差不多有646吨的废弃物，其实有半数拢堆积伫10%的海岸线顶面，污染以北海岸和西南海岸上较严重。但是海废治理的困境是伫咧欠缺统筹的组织机关，像讲新北市的北海岸管理单位分散伫新北市环保局、国家风景管理处、农委会林务局等等，所以呼吁环保署和海委会制定海洋废弃物管理办法等等规范，便的预算带头清理。跟这个民间团体还有这个环保署，我们有成立这个台湾海洋废弃物制平台。那例如说，像我们环保署跟这个水利署，我们就会加强在河岸还有河川的这些废弃物的进入。渔业署的话，它就是必须要对这个渔网建立一个回收机制等等环保署回应，去年已经成立海废治理平台，下部会整合分工。海委会已经制定出管理的中长期计划，是不是要立法，会阁和海委会讨论。目前会优先针对环团调查的海废热点，研究深度作业，并且对塑粪扫源头达到有效控管。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蔡英文总统今日启程出国访问。这边的访问的名，迄天原来有甲咱公司台语台小片考试，台湾话也讲做自由民主英属之旅，就是要去访问卡瑞边海4周围4个邦交国。总是伊这边的途中有过境美国，倒转来原来有过境 Denver， 伫咧中岛桃园机场遮，蔡总统伊也有简单说明这撮出国访问的用意。自由、民主、永续是我们想和全世界的好朋友分享的台湾价值。带领国家走出去，就是总统最重要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出访，我们将会向世界传达3个台湾的主张。第一，台湾会和世界共享自由开放的价值。我们是海洋国家，是世界的台湾，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封闭在台湾海峡的一角。我们也期待在出访的时候，
为台湾寻找更大的空间以及商机。蔡总统即阵要过境美国纽约，有消息咧传讲伊会去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佮讲美国嘛真好意，有要专程公开报送伊演讲的内容。不过总统府这方面也真保密，敢若讲关系过境美国的行程会牵连到双方面的信任，且媒体就要以访问团正式发布的行程为准。咱过来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哲，伊到今还未开喙，讲到底有要选明年的总统无？不过吼，亲民党即马有风声讲要招伊合作，总是郭文哲无承认讲有这个消息。亲民党放出善意，另外一边面时代力量党主席区显智，伊说伫咧访问美国的期间，重新搁再说明讲，因即党无要支持郭文哲，甚至表示讲，若有党员私人去支持郭市长，会用党纪来约束。台北市长郭文哲一直无开喙讲，敢是要参选2020，亲民党传出局爷甲平爷合作，若是郭送配可能性。郭文哲无加讲啥，敢若讲代志发生才过来烦恼。毋过初十参加活动的时阵，捌讲做市长是不得已才来做的。毋过说嘛有可能来参选总统，嘛引起外界讨论。我看台湾现在的状况，真的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该有的。所以你感叹现在状况，所以才要选。太乱了。局爷平爷合作目前无后一步，颠倒是时代力量主席区显智访问美国的时阵，表讲，若是郭文哲参选总统，就会用党纪来约束挺郭文哲的党员的攻击。虽然讲时代力量发声明无法度认同郭文哲两岸一家亲的讲法，若是未来达成决议，规个党会要行家己的路，希望认为讲是要甲郭文哲来配合你。私底下讲话一回事，这也是一样嘛。要官方证实的才算。其实一个团体里面有各种人，也不是一个人他就等于一个党嘛。所以每一个人都只是社会当中的一份子而已。若是军工到明年，敢是要加薪水，当地单行政伊做最后决定。郭文哲虽然讲支持加薪水，毋过对加薪水的费用爱地方政府来负担的部分，无法度认同，爱中央先讲好清楚，钱是啥物人要来出。他下orders我们买单这样。加薪要叫地方政府出的话，我这下就麻烦了。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进入热攻的阶段，传出讲郭文哲的幕僚分析，若是韩国瑜出线，郭文哲参选的几率就会增加。对这件代志，郭文哲颠倒是问讲是啥物人讲的？对参加大选的代志，就是无愿意讲好明。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民调，即马下甲用要卡开手指啊！参选人郭台铭今仔日伫桃园，搁再一摆来攻击党中央。因为有一项消息，就是看到讲某一个参选人的阵营将礼拜民调的监听报告漏泄出来。郭台铭讲，哪有可能家己甲韩国瑜的民调差遮济？迄就是因为绿军的支持者拢接到电话的时阵，灌对韩国瑜去。朱立伦是呼吁讲，大家平常心，你若支持谁，就爱讲谁，唔通安尼干扰民调的结果。另外，有风声讲，伊民调暂时领先的韩国瑜市长，伊也表明讲，伊会尊重民调的结果。国民党总统初选小镇的气氛是增加热扑扑，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火气嘛愈来愈大。早起去桃园的市场拜票，伊继续骂讲，中央若是无改革，敢若会离少年人愈来愈远。尤其是即马，佮传出讲有某一个参选人阵营派出来观察外记录民调资料造成的7月初8监听报告煞流出去。那中常委烦恼讲引起初选民调无公平的疑虑，郭台铭嘛愈讲愈严。一天我就拉开跟韩市拉开7%。今天我郭台铭做什么了？如果小英政府灌了这么多大量的这个票进来，这个的民调，所以他不是民意。我们大家平常心啊，不要对民调有任何的干扰行为。反正已经经过这半年了，连规则都改过16次，朱立伦都接受，就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朱立伦的态度嘛是同款真冷静，颠倒是对郭台铭最近伫专访的时阵，情绪激动流目屎的代志。朱立伦加讲，敢若是初选尔，无啥物好哭的。初选的气氛真紧张，传出讲民调领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毋若初10先开直播，呼吁支持者15的时阵毋通收过热情来包围党部。今仔日嘛表示讲尊重民调的结果。我讲民调它有一时一刻，还有不同的事件、不同的背景，所有的民调出来，我都个人予以尊重。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到7月14结束，党中央会伫7月15来进行民调开放走数据，而且专程直播要来拼初选结果公开通光，避免去互外界来做文章。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长讲完，咱换来讲高雄市运动发展局的局长。高雄市运动发展局听肖东局长昨伫 Facebook 写讲，经过20冬，欢喜讲重新要搁倒转来中华职棒的味全龙队，选择要伫高雄市丁清湖的棒球场当作主场重新出发。不过味全龙队无承认讲已经有定案啊，表示讲球团即摆嘛有针对其他的棒球场，还搁伫咧评估。高雄市政府最近才开1亿改善着丁清湖棒球场漏水等问题，市府讲这是一定要有的维修。不过高雄市运动发展局长陈少彤伫家己的面册宣布，将要登来这棒的味全龙球队要选定丁清湖球场做主场。我们正式求婚了，然后味全龙也说 Yes I do 了。其实这个是双方都有一定的程序要走，所以我也理解味全龙队的一些声明的一些内容。市府表示，目前双边就亲像是一对新人要结婚，已经看过双方面的家长嘛，确定拢有意爱，只要照着起程行，就有机会互味全龙伫咧高雄。不过球队的态度就较保守，敢若确定有甲丁清湖纳入去主场的评估，但是伫台北嘉义等等的球场，伊嘛同款有咧思考。我们会参与这个案子，好，会不会有其他人来投标，以及最后预约的这个条件啊？这些都会需要1年的评审期，所以并不能说我们已经决定。市府回应会当了解球团是民间业者，真侪代志无确定进前，袂当讲互死。不过味全龙确定有投标着丁清湖棒球场的标案，作业期间将近的1冬，市府伫合法的范围内底会提供上大协助，而且有信心高雄的设备比其他的县市更较好。不过嘛讲，就算一切过程拢顺利，最后球队无爱伫咧高雄，因嘛无法度。记者王刘田、柯正俊高雄报道。体单请饼来讲，拿破里世界大学运动会，台湾队现时摕到5块金牌、9块金牌、5块铜牌，其中体操队2块金牌、1块银牌、1块铜牌；射击队3块金牌、2块银牌、1块铜牌，实在拢足够的。昨昏这选手真正摕奖牌公赢倒转来了。来欢迎英雄投票归国。好来。在18点钟，飞行机供应回来，安美王子李迪凯甲体操王子董家宏摕1摆为拿破里世大运摕到奖牌，和媒体翕相。体操队表现真好，拢总摕到2金、1银、1铜，创队史上好成绩。都摕到咱国伫世大运第一面体操新队银牌。李迪凯佮1摆用汤姆斯回旋伫安美完成2连霸。跟自己预设的目标就是鞍马项目这样2连霸，其实真的很开心。下一个目标就是当然是东京奥运，所以10月份的世锦赛就会再去积极的争取奥运资格奖。落地徛了真在，董家宏摕到台湾史上第一面世大运单杠金牌。整个台师大翁老师，然后也给我就是很多方向，那让我可以就是从就是简单的套，然后到就是到进决赛变比较高难度的套，那可以就是经过前面几次比赛的经验，然后完成，那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的。同款伫世大运表现真好的射击队，昨晚嘛坐另外一只班机，砸3金2银1铜回来。伫男女无场挥把，替台湾摕到第1金的老婉如甲尤坤别拢讲，这面奖牌真无简单。每天都坐1个半小时的车到靶场，是有点累。但其实因为这样子的因素下，让我们更能够把握当下，然后努力往前冲。这应该算是一种激励的方式。对，坐车劳顿，然后就是利用2天练习时间把就是这个状况适应了，然后把自己调整到最好。伊爱文甲郭冠廷嘛伫男女混双10公尺空气手枪摕到金牌，射击队是本届世大运摕到上侪金牌。到70为止，中华队已经有5金、9金、5铜，拢总19面奖牌，成果真好。拿破里世大运预计7月14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中检调单位去年侦办一桩案件，刷去发现讲，被告所请的律师，因已经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竟然无律师牌。迄是一个经营美发业的查某头家所犯的，伊上济一摆捌聘请甲10外个律师，生意会讲做足大。毋过无律师牌都袂当进律师事务所里。台中地检署顶日以违反律师法来甲即个查某头家起诉。
透天厝看起来就甲一般的徛家厝同款，外口所有律师事务所的招牌。有人当地内底上班，内底人看到记者无愿意回应。检调伫去年侦办一件吸钱的案件，发现被告的律师事务所是违法的。经营的查某头家无律师执照，煞开律师事务所，佮请10外个律师。其他的律师表示讲，想要合法执业。经营的人甲合作的律师，拢爱有律师执照才会营业。这个没有具有律师资格的人，他开设事务所，那这一部分当然是违反第50条律师法第50条的规定。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律师的部分，那么他既然知道说这个事务所并没有那个律师资格来开设的，所以这部分有共犯的问题。律师表示讲。爱有合法的执照，嘛爱伫工会登记，才有合法的开业资格。若是违反规定，会当罚1档以下有期徒刑。这个查某头家请正牌律师挂名开业，家己却无律师的资格，已经是违法。互人请的律师嘛有责任。我们是决议说，这个确实是触犯律师法了，触犯律师伦理规范的。那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它是有那个法官有律师的一些组成。工会表示讲，这名挂牌已经违反律师伦理规范，判官若确定会关于敢要司法干涉案件的律师，台中地检署嘛认为违法的事实若明确，会照违反律师法来起诉。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有原来是中部的消息，咱未料台塑六轻4月初发生起爆的事件，经过3月日赔偿协调，7月初10，台塑六轻将赔偿金总金额1亿1800几万汇入去未了公所的公库，这个受灾户上紧月底就会当领到赔偿金。若咱无同意赔偿的金额，会当经过公害纠纷的庭事来申诉。一透早就有未少未了民众来到公所要签补偿金的切结书，因为台塑六轻4月初发生爆炸，造成附近的农渔业人家厝损失。经过3个月协调，爆炸的赔偿金总算有共识。塑六轻已经将1亿1869万已经拨入咱公所这个公库，咱用代收代付方式来处理。咱这一天随着这个作业咱然后这受理申请的民众合法直接赶报到这户头内面。希望讲用紧落去发法的互咱这认为讲家己有受损的部分才先平静落来啦经过协调，台塑同意只要是受到爆炸影响的，就一定会赔偿。赔偿的标准，渔业10公顷补4万，农业10公顷补1万，有市的业者10户补1万，人家厝损失10户补5万8。若民众对赔偿金无满意，会当寻求公害纠纷来到调处。讲这话，咱个人去爱去甲台塑告，要安怎告？对无？这嘛拢无人通到处理这个问题。长期的影响，这才是救援的啦。所以讲，这种人工的这补助金啥物爱搁提悬啦。未了向公所表示，若民众认为赔偿金补无够，会当向婚姻县政府提出公害纠纷。目前公所也已经甲六轻有共识，未来地方若有啥问题，拢通利用沟通的平台来互相敲看卖。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北市信义区的公基里这站厝前厝后，粉鸟飞甲满满是。住伫遮的市民表示讲，迄毋是干那吵尔，你甲看阮的冷气口粉鸟放甲安尼生。里长是讲，这个问题已经10外冬咯。虽然动保处有提供蜂鸟饲，要互里面来使用。上较要紧就是讲，借路对遮过的遮民众，你毋通搁饲啊，若无粉鸟是飞袂散。河旁面冷气互粉鸟放甲规个，这是台北市信义区公基里的海华社区，长期去受到粉鸟的影响，毋但叫的声音真吵，而且连大个所在冷气孔拢塌掉咧，互当地民众真正是害惨。鸽子太多了，而且那个粪便实在是受不了，一大很厚。而且夏天那个味道，一风一吹来，很臭很臭。因为家较凉嘛，它要找凉的地方啊，所以很多啊，然后鸟死了，是吗？很可怕的。当地里长表示，粉鸟的问题已经困扰因10外冬，过去捌用红色的机仔想要来甲赶走，毋过效果是真有限。里长嘛家己捌到3工来掠粉鸟，说去有爱心人士来检举。毕竟不是100%的人都会反对说鸽子的那个
还是有爱心人士，他们还是不希望说把它驱赶或怎么样，可能是他没有深受其害吧。还在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园喂鸽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它有一定的数量。郭文铁讲嘛是爱呼吁大家，唔通伫公园饲薰鸟食物件。进前搁捌军生笑讲，中秋节会当烘薰鸟。台北市动保处是表示，鸟鼠搭必须爱放伫鸟仔会当徛咧的所在，才会有效果。按是要到这个鸟网啊，是比较有较困难淡薄啊。防鸟网通常要经过整个大楼管理住户的同意啊，对。那其实我们在野鸽的这种友善驱鸟的宣导上，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公寓的住宅，有一些人他不喜欢鸽子，但有一些人很喜欢鸽子，还会在自己家阳台喂。李柳讲，伊嘛是真无奈，其实唔是所有的住户拢支持要甲薰鸟赶走。动保处嘛是呼吁民众唔通搁来饲薰鸟食物件，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啉酒，人就去；讲到食薰，火就倒。实在讲吼，食薰啉酒步槟榔对身体拢有伤害。南投市卫生所甲幼儿园合作，利用互囡仔来佚佗、拍通关。进行宣导的活动，将正确的观念教予这囡仔兄、囡仔姐，望讲因拢会当变做推动健康的一份力量。小朋友大家是真欢喜，耍到闪避球，拍中了幸福爽爱的部分，啉酒、食槟榔有害健康的标志目标，就使着分咯。过来，咱来排队套着扣扣啊，目标嘛是健康风地的宣传标语。扭扭车，还有套圈圈，跟丢不好的东西。那是要做什么呢？要知道二手烟还是三手烟不好。南投卫生所是甲幼稚园来合作，透过来特别设计游戏关卡，要让囡仔当佚佗当中了解部分啉酒加步槟榔的歹处，更加要透过囡仔将正确观念传转去厝，分享给厝当中的人，是为了上好的宣传大赛。我花的是肺。那怎么保护呢？如果抽烟会对身体不好，还有跟喝啤酒一样。如果是用宣导式、教条式的让小朋友听，可能会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那我们希望透过游戏的互动中，让他去体验。像我们小孩，他透过玩游戏之后，他就说，我爸爸也要来学校上学，因为他有抽烟。然后我说，那你回家怎么告诉爸爸说？我要告诉爸爸说抽烟不好哦。烟酒、槟榔对身体危害是真大，透过这有趣味又有教育性活动，希望讲用囡仔力量来改变着家长因的生活习惯，创造一个清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今日咱来讲精讲硕士新闻。较早清朝时代，若讲要上京考教的细汉，士大人就请先生来教千字文，来教三字经。啊，若想要做生理的，士大人嘛会请人甲你教几句啊千金谱，互你会捌字。啊，无论读什么册，慢慢你家己会捌字的时阵，你就听好找一寡书来读。其中有一本伫民间真实行的《精讲硕士新闻》，就是将真侪历史上的名句捡做伙。国情啊，细汉的时阵，阮老爸就读硕士新闻，互我听。内底有真侪古早人的知识。硕士新闻讲，关金易干古，无古不成金。古早的代志，咱加减捡出来参考。像讲食酒介唔好，这内底硕士新闻原来有咧甲咱提醒。头一句，咱来讲酒逢知己饮，死向会人饮。食酒的人，就是当着知己的。迄啉了才会感觉够快。啊，若吟诗答对的人，人都听无。你对牛弹琴嘛是无效，你着爱拄着迄个会晓的人，你甲伊吟，吟了大家才会欢喜。你也捌，我也捌，两个互相会当体会。即个会原来两字音，我会当体会的会嘛一字。A 甲 B 迄个 A 原来共一字，这就是读册音甲白话音。死向会人吟，阮咧做节目嘛共款。唔敢讲要做全国2300万的观众朋友拢会满意。不过你若看会下，你了解阮的心情，阮就真欢喜。啊，讲食酒，虽然酒逢知己饮，不过硕士新闻内底还佫一句，咧讲吼，当着知己的嘛唔通啉过头呢，因为确实一滴如甘露，水后添杯不如无。就是讲喙焦、高咳的时阵，
啉一滴啊，đảm着啊，袂输敢若甘露水共款。热天时啊，阮阿母若捧一杯伊兄青草仔茶互我，哦，安尼消透心情真好。毋过就算知己啦，大家已经啉甲酒醉啊，醉后添杯，迄更加毋通。讲剩淡薄仔尔呢，一杯半半的呢，迄千万都毋好安尼做。过来讲即字添，即字添完咱两字音。较早咱咧听吕柳仙咧念十殿阎君，讲十殿阎君发罪严，好心好行再加添，阴间定数袂走险，好诶无人敢犯嫌。加添那白话就是讲我这天淡薄啊，加淡薄啊。啊，过来食酒诶人上要紧讲，醉后添杯，万一这就是因为讲酒都无在调长，无在调动。释氏贤文啊，一句甲咱教，讲若要断酒法，醒眼看醉人。你若讲吼，啉酒啉甲毋知通啊长，一步足简单，你目睭金金甲看，看啥？啊，就看恁遐烧酒盘、食酒醉的样相啊，绝对有才调解会长。前讲释氏贤文，咱开讲来到遮，赶紧过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咱换来看屏东县政府主办第6届国际青年领袖高峰会。今年拢总有10国54个少年家来遮参加，听讲互在地学生有机会，甲国际上各国遮学生囡仔用英语来交流，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学校原住民社团跳传统舞蹈热情欢迎来自世界10国54位青年到屏东青年领袖高峰会，一连3天在台东高中开办。这是一场全英语的交流活动。然后在地学生甲国际学生有机会练讲英语，也通互相熟悉国际文化、地理风俗无共的所在。That we really respect elders, just like how Taiwanese. 他认为说台湾跟印尼其实是有点相似性的，当然就是有一些文化的价值啊，他很希望说可以彼此互相交流。我是新民子女啦，就是看能不能在这边也能学到多少，然后回去也能跟妈妈家乡那边就是有不一样的接触，希望能够借由这个青年领袖营，然后能够学习其他地方的文化，也能进而在这次学习过程中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传达出去。今年活动以竞争甲决策做主题，希望透过双方面的交流，启发世界公民的意识，拓展国际视野，也通行销台湾，走向世界。屏东县长潘明安也亲身主持开幕，望透过活动，让外国学生感受到在地人文，爱台湾也爱屏东。这连续3天的一个激励营，让我们的同学们，让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屏东，可以尽情了解屏东，爱上屏东，更了解我们国境之南人的热情。最后，潘明安也特别传台湾原住民的伴手礼玻璃珠破链来销送，和国际学生做伙翕相，大声讲我爱屏东。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中的海线，大家这搭车是全台湾独有赤水仔会生团的所在。过去因为采集过头，环境的污染，造成讲产量大减少。5年前，台中市政府开始合约，嘛设禁捕区。但即马咱看到讲生团了有较济啊，7月就有可能会开放禁捕区咯。住伫咧台中大甲沿海附近的居民，伫咧海捕挖出真侪赤水仔，这是台湾才有的雷亚卡品种小眼花莲蛤。即阵会用有这的收获，居民拢真欢喜。最起码比以前较好足济就对。过去头多拢是1-2斤尔，即马头有3-4斤，就足好的啦。8年前，因为有工厂偷排废水，特殊清白渔港南北边的赤水仔大量死亡，加上采集伤过头，产量才会大幅减少。5年前，台中市议员吴敏济到议会提案，要求市政府进行雷亚卡在流放合约的工作。在咧市府的斗相共之下，按103年到达，已经流放750万粒的雷亚卡在，赤水仔产量才大大回稳。以松坡港的南侧跟北侧来做比较的话，南侧这边是有做保育的，北侧是没有做禁渔的。那有做禁渔的话，这边就可以抓得到总备。我们是不是请市府来规划？成为一个生态旅游区，来提供给
我们全台湾的民众，甚至国外的民众来这里做生态旅游。专家也表示，这阵进步区内面的赤水鸭数量差不多比永春增加4成左右。那今年差不多会再放流400万粒的梨仔壳仔，估计7月份就会将进步区开放，也会继续关注赤水鸭的成长状况，而且向渔民宣导保育观念，希望让赤水鸭延续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主席 Jeremy Hayden Powell 车站证实讲，有可能会宣布10天内头一摆降价存放款的利息。鲍的发言也鼓励着车站美国股票的表现。毋若讲三大指数拢开红盘 ，Standard & Poor's 500指数盘中佫冲破历史上的新高点。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七十伫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顶面，虽然无明确讲出要采取降利息的动作，但是强调为着要维持美国的经济继续扩张，联准会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抵消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经济疲弱的乱流，对美国经济前景造成的负面冲击。We are in the 11th year of this expansion. That's a first since we began to keep records on this. We're at 3.7% unemployment. That's a 50-year low. 50-year low, and we've been there for 15 months, and there's no reason why that can't continue. We are committed to using our tools to make sure that it does continue. 鲍尔所讲的工具和外界解套是联准会用要确定会伫7月底宣布降利息一码，这嘛是美国10天内头一届降利息。鲍尔的谈话虽鼓励美国股市走悬 ，Wall Street 三大指数全面拢收红，其中标普500指数盘中一度突破3000点的历史新高。鲍尔这届暗示要降利息，嘛被认为是括号伫美国总统 Trump 的压力。Trump 长期指责联准会唔愿意降利息，因为安尼压制美国的经济成长。但是鲍尔伫听证会顶面强调讲，伊袂括号伫总统的压力，并且会坚持做完适当的任期。My answer would be no. And you would not pack up and you would not leave? No, ma'am. Because you think the president doesn't have the authority? Is that why you would not leave? I have I've kind of said what I've intended to say on the subject, and what I've said is that the law clearly gives me a 4-year term, and I fully intend to serve it. 真侪官员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有增加，支持降利息的理由增加。但是，某专家认为，美国的经济并无所想的遐尼歹，即马降利息有得法上早。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英国驻美国的大使 Kim Darroch， 伊用外交的机密电报私底下批评美国总统 Trump， 讲伊含万无能，袂当信任。昨Trump是用 Twitter 公开甲 Darroch 骂。英国国内后一任首相热门的人选 Boris Johnson 嘛一直唔表明讲有要甲停。Darroch 自安呢，伫咧昨宣布请辞大使的职务。有一份机密外交电文漏泄所引起的英美外交风波，批评川普无能的英国驻美大使达洛克，车站伊无法度留任宣布请辞，原因真可能是因为川普伫推特顶悬干骂。加上下任的首相热门人选，英国保守党党主席候选人强生，伫咧9号争取党主席的电视辩论会上，拒绝表态支持。But you weren't going to back him. You said last night you weren't going to back him. No, on the contrary. Well, my view is it's wrong to drag civil servants into the political arena. That's what I think. 面对记者的质问，唔敢正面回应。不过，强生的对手现任外交大臣汉特，车站上电视表示绝对支持达洛克。We had a fine diplomat who was just doing what he should have been doing, giving a frank assessment, a personal assessment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that he was posted, and that's why I defended him, and I think we all should. 65岁达洛克外交生涯有42年，2007年担任英国常驻欧盟代表，2012到2015年担任当时首相卡麦隆的国安顾问，佮伫咧2016年担任驻美大使。初六，英国的《每日邮报》独家报道达洛克传回伦敦的外交机密电文，内容批评川普戆佮无能。川普知影了后，找到伫咧推特顶悬甲达洛克骂，讲伊是大戆人，佮笑骂伊脱欧的方法实在真戆。面对川普激烈的反击，达洛克伫施一批内底讲，虽然家己的任期到年底才结束，毋过这个见效代已经互伊无法度佮继续做落去。
The language that the ambassador used, I didn't particularly like, but his analysis was his analysis. So the point is, these were meant to be confidential, and now they're out in the public. You get a public reaction to public releases, and that's unfortunate. That is very bad for diplomacy. 不过，华盛顿邮报报道，其实达洛克的言论是正确的，因为大赛上重要的任务就是爱用非常明辨、非外交的官方语言，甲驻在国的政情提出分析报告。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表示，必须爱找出漏涉机密外交电文的幕后黑手，才会使让大赛继续安心做工课。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日本，日本的石川县有一场拍卖会，伫咧昨将一罐葡萄24粒尔拍卖出去，拍卖到120万的日票，等于是34万的新台票呢。到底原因伫倒位？有材料讲一罐葡萄卖到遮尔贵，咱详细来甲看卖。一拍有亲像红宝石同款色水，看起来真水的葡萄，看起来真好食。伊就是初到伫日本看那造瓦市的拍卖会。拍败其他39拍，通过甜度伫18度以上，每只直径未比3.1公分细，严格标准了后，伫金表介绍上高价顶级龙板红宝石葡萄，120万日票，差不多新台票3-4万块的拍卖介绍，毋若比去年葡萄金表相关的介绍加9万的日票，嘛是新的纪录。因为规派葡萄到24粒，每只一粒都差不多是加15000块，食落去巴倒，绝对是奢华享受。啊，若将这么贵葡萄买落来当地温泉，旅馆业者表示讲，希望会当摕来招待人客。令和元年のこの記念すべき年にこの石川県が誇りますルビーロマンをこう手に取ることができ大変光栄に思います。お越しいただくお客様にお楽しみいただけるように準備を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石川县生产的龙板红宝石葡萄，第一摆出现伫市场是12年前。以甜度高出名，本身介绍就真贵，安尼即摆介绍120万日票，冇纪念甲庆祝新年好，礼化新年意思。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讲今年度金曲奖，台语的歌后是江惠仪得到。去年年尾，江惠仪发表第4张专辑《落雷》，伊一首独立制作。包含讲，甚至连发行拢伊家己联络的。伊讲吼，创作就是伊伫咧工课无用以外，用心要记录社会，将伊种种的体会写落来的一个过程。咱赶紧来看讲江惠仪坚持投入台语音乐的故事。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得奖的是江惠仪。语言都是文化的发展的一部分，而我期许自己，在这个时代，用我喜欢的台语歌、我喜欢的台语音乐，来作为现在这个时代的见证。江惠仪这个大家捌有印象的名，8年前定定出现伫台语歌唱电视节目，唱台语歌一直是伊的兴趣。不过，伊的本业其实是一位工程师，伊讲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对我来说，音乐是一个生活的累积，观察日常生活，然后记录下来的心情或是社会状态。maybe 我等一下开完一个会，我就可以开始写一些东西。江惠仪会当讲是新世代的少年台语歌手，对台语思虑的演变甲唱歌的风格，伊有家己的解读。其实台语歌是演歌，还有一些就是老台语的一些文艺转变过来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时代大家的心情跟大家的生活，音乐跟语言是没有这个分隔的，那就是一个忠于你现在的想法。落雷是江惠仪头一摆独立制作的专辑，伊无经纪人，无出片压力，做起来真轻松。亲像落雷直直行，无一定爱有什么目标。我个人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对，但我觉得我就是得要好好的做好我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慢慢的往前走，因为跟蜗牛一样嘛，你就是要不断的走，不断的走，不然你就会干枯死在原地啊。就是做家己喜欢的代志。江惠仪讲，伊有真大的创作自由甲发挥空间，也讲镜架头无传承台语文化的重担，就是自在记录生活就是啊。记者洪敏珍、陈冠达台北报道。顶2日啊，拢热翕翕。即阵天气开始咧变，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
一直开始有短暂的阵雨，甚至有单雷。咱看到讲南部地区应该乡亲拢已经感受到天气的变化。气象局嘛针对南部发表大水雨的特报。明仔载的天气变化啥款？咱赶紧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上低28度，上悬31度。宜兰花莲台东上低30度，上悬33度。新闻最后，国政要招你来巴基斯坦来看传统的牛的比赛。大事讲国政，小事讲生活。观前看台湾，看后就爱看海外。咱感谢朋友，你今仔日来收看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搁再会。